人生故事，故事人生。中信有聲雜誌本期主要看點有：72歲時，我因信稱義；信佛30多年後歸真神；恍然大悟嘅信仰之旅；再次受傷中，要不要饒恕？真受洗意味着什麼？歡迎你收聽收睇中信有聲雜誌，等我哋同你一齊反省人生，剖析問題，並且探索出路。中信有聲雜誌。72歲時，我因信稱義。作者吳家衡。回顧自己嘅一生，若果要講最蒙福、最值得感恩嘅一件事，唔係健康長壽，亦都唔係世上嘅平安，而係我喺晚年得以認識耶穌基督，因信佢而受洗，歸入佢嘅名下，成為上帝嘅兒女。呢個係我人生最大嘅福氣，亦都係我心靈得自由、得盼望嘅根源。喺信主之前，我走咗72年嘅無神之路。我從細個就接受無神論教育，深信人定勝天，人生靠自己，習慣用理性解釋一切，唔相信有上帝，亦都唔覺得自己需要信仰。我以為只係認真生活，努力工作，人生就圓滿。對信耶穌呢件事，儘管我連福音嘅內容都唔了解，就好驕傲咁樣拒絕一切。然而回頭看，我先知道嗰個屬靈瞎眼同埋剛硬。正如羅馬書咁講，沒有義人，連一個都冇。冇明白嘅，冇尋求上帝嘅。羅馬書3章10至11節，我就係咁樣一個冇尋求上帝嘅人，活喺以自我為中心嘅，卻唔知道自己係個罪人。直到72歲嗰一年，我遇見教會嘅林牧師，加上聖靈溫柔嘅感動，我先開始接觸福音。當我第一次認真聽講道、讀聖經嘅時候，我嘅心漸漸被開啟。我開始明白，人生真正嘅問題就係冇認識嗰位創造我哋、拯救我哋嘅上帝。羅馬書帶我一步一步咁睇見自己嘅光景。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上帝的榮耀。羅馬書3章23節，呢句話震撼咗我。原來罪唔只係做壞事，更係我哋從心裏邊抵擋上帝，否認上帝，搶奪佢該得嘅榮耀。咁樣嘅認知令到我開始真實咁面對自己，承認自己唔可以靠行為稱義，唔可以靠理性得救。當我繼續咁讀，又睇到羅馬書1節令我感動嘅經文，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馬書5章8節，呢個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基督嘅愛唔係等我變好咗先愛我，而係喺我仍叛逆、無知、拒絕佢嘅時候，佢就已經為我捨命。咁樣係一種過去冇辦法理解嘅愛，無條件、犧牲、主動嘅愛。73歲嗰年，我受洗歸入主耶穌嘅名下。從嗰日起，我知道自己已經唔係舊人改良，而係喺基督裏成為新造嘅人。信主之後，我成日研讀聖經，其中對我幫助好大嘅就係羅馬書。呢卷書唔僅令到我認識罪同埋恩典，更加讓我睇見救恩嘅完整圖畫。因信稱義，得救不是靠行為。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上帝相和。羅馬書5章1節。
呢一節嘅經文令我明白，我今日可以成為上帝嘅兒女，唔係因為我嘅好行為，而係因為我信耶穌，係佢嘅義歸喺我呢個唔配嘅人身上，令到我從被定罪嘅罪人成為蒙恩嘅義人。義在基督裏就不再被定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8章1節，呢節經文我反覆讀咗好多次。作為一個年事已高、過去又否認上帝嘅人，我深知道自己嘅不配，但因住基督嘅寶血，我喺上帝面前已經不再被定罪。呢個係何等大嘅釋放同埋恩典啊！3. 聖靈內住，成聖嘅引導與安慰。羅馬書第8章仲令到我認識到，信主之後，我哋唔係靠自己去掙扎，而係有聖靈喺我裏面幫助我哋。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羅馬書8章26節。我年紀大啦，成日都力不從心，但係我知道聖靈喺我裏面賜下力量，平安同盼望唔係靠自己嘅堅持，而係靠聖靈帶領我一步一步活出新生命。4. 上帝嘅愛永不分離，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羅馬書8章35節。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都不能叫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羅馬書8章38至39節。呢啲話成為咗我晚年最深嘅安慰。即使我身體漸漸衰老，記憶漸漸模糊，我知道有一樣永遠唔變嘅，就係基督嘅愛。冇任何嘅嘢會令到我同佢隔絕。羅馬書令到我明白，基督徒嘅信仰唔僅係一次性嘅得救經歷，而係一生嘅更新過程。從因信稱義到靠聖靈成聖，再到將來得榮耀，上帝一步步帶領我走過信心之路。喺神學上，我確信福音真理係堅固嘅根基，唔靠感覺，唔靠行為，而係全然因信。喺靈修上，我學習每日生活中依靠聖靈嘅帶領，承認自己嘅軟弱，信服上帝嘅旨意。我信主嘅時間雖然唔長，但係我深知道呢個信仰係真實嘅，係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可靠嘅決定。我願意將呢份見證留俾我屋企人、後代同埋親友們，留俾親愛嘅讀者們。無論你而家幾歲，無論你過去做咗啲乜，只要你願意回轉歸向上帝，佢一定接納你㗎。耶穌基督嘅救恩係為每一個人願意認罪悔改信靠佢嘅人預備㗎。我今年87歲，但係我喺主裏邊有永生嘅盼望。我一心唔再懼怕死亡，因為我知道我屬於基督，將來要同佢永遠同在。願你哋都得住呢份福音嘅喜樂同埋平安。願一切榮耀、尊貴、頌讚都歸俾嗰位拯救我、更新我、賜我新生命嘅主，我們嘅救主耶穌基督。阿門。
我相信你的愛從不捨棄不更改，我相信在主裏永生門為我打開，承認你是耶穌基督，罪已被你遮蓋，一切舊事變成新的了，你救贖我因心似海，這世界在變改，皆因我們認識主的愛，願信望愛永居於心內。這世界在變改，像雲彩見證主的愛，明白你對我的愛，感恩滿載。這世界在變改，皆因我們認識主的愛，願信望愛永居於心內。這世界變得可愛，像雲彩見證主的愛，明白你對我的愛，感恩滿載。信佛30多年後歸真神。作者惠梅。中學畢業後，我就踏入社會工作。嗰時嘅我唔講得話有理想，更講唔上方向，只係日復一日咁應付生活。父母長期病患需要照顧，我喺家庭同工作之間來回奔波，心力交瘁，卻又無從傾訴。嗰種失意同無助，成日喺夜深人靜嘅時候湧上心頭。淨係喺咁嘅狀態下，我同朋友接觸咗佛教。起初，我以為自己終於捉到一條可以依靠嘅繩索。誦經、修行，俾我覺得至少仲可以做啲嘢。不知不覺中，30幾年過去啦。回頭一望，卻發現自己其實係喺一種自以為清醒嘅狀態中，渾渾噩噩咁走過咗大半生。當時嘅我仲頗為自豪，覺得凡事靠自己，唔求人，唔靠人，只要不斷誦經，問題總會迎刃而解。呢段日子，家人從未放棄我，佢哋勸我信主耶穌，讀聖經，為我禱告。只係嗰時嘅我一句都聽唔入耳，心裏面充滿抗拒，亦充滿質疑。有時甚至因為信仰問題爭論到不歡而散。我成日掛喺嘴邊嘅一句話係：我而家生活得好好，信仰自由，大家各信各，你哋可唔可以唔好逼我呢？喺我心裏面，其實早已經有一套對基督信仰嘅判斷。我覺得佢哋所信嘅嗰位主，似乎並唔慈悲，唔信佢就要落地獄。咁嘅講法令我無法接受。我心諗，細路仔做錯事，唔係應該係大人嘅責任咩？再講，上帝差派佢嘅獨生子耶穌被釘十字架，為人贖罪，咁咪好似一場自編自導自演嘅戲咯。既然明知耶穌會復活，又何來偉大可言呢？從小嘅家庭教育教我做個有用嘅好人。我一生唔偷唔搶唔害人，點會係罪人呢？亞當夏娃食咩果子又關我咩事呢？
呢啲問題喺好長一段時間裏面成為咗我拒絕基督信仰嘅理由。直到2019年，香港經歷社會運動，每日打開報紙同電視，眼前盡係令人心驚、痛心嘅畫面。人性嘅黑暗，社會嘅混亂，彷彿毫無遮掩咁暴露出嚟。是非黑白被徹底顛倒，我嘅心裏面充滿疑惑同不安。緊接而嚟嘅新冠疫情，更令人措手不及。我哋被逼困喺屋企，同恐懼、未知為伴，嗰種感覺真係好似世界正係一步一步走向盡頭。亦都喺嗰個時候，我心裏忽然冒出一個念頭，不如去買一本聖經嚟睇下。呢個念頭嚟得好突然，卻異常清晰。我將聖經帶返屋企，一切轉變正係從翻開嗰本書開始。其實我啲細妹一早就送過聖經俾我，只係一直俾我塵封喺屋企嘅角落，從來未揭開嚟睇過。呢次我面對嗰本厚厚嘅聖經，一時唔知道由邊度開始讀起，索性揭到目錄，同自己講，不如就由啟示錄開始啦，睇下呢個世界點解會變得咁罪惡混亂。好多地方我睇唔明白，但經文卻不斷觸動我嘅心。啟示錄22章7節寫住：看啊，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類似嘅話語一次又一次出現。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耳的，就應當聽。啟示錄2章7節。嗰啲重複出現嘅提醒，彷彿喺度對我講說話。跟住我又讀到創世記，讀到上帝點樣喺6日之內創造天地。漸漸咁，我意識到自己唔能夠再敷衍信仰問題啦，係時候認真尋找真理，喺信仰上作出一個負責任嘅選擇。就喺呢個時候，妹妹介紹我參加網上查經班，我開始一啲一啲咁從聖經中認識上帝更多。呢本我曾經拒絕嘅人生之書，慢慢顯出佢嘅深度同完整。好多我多年來反覆提出嘅疑問，竟然都能夠喺其中揾到回應。我咁先明白，原來上帝並非我想象中咁冷酷無情。佢以極大嘅慈悲，差派獨生子耶穌嚟到世間，被釘十字架為人贖罪，並且耐心咁俾時間機會人，呼喚人回轉，直到今日仍然唔放棄尋找每一隻迷失嘅羊。我讀聖經，先至真正認識耶穌。佢道成肉身，在世30幾年，醫病、趕鬼、傳講天國嘅福音，最後親身走上十字架。嗰種撕裂生命嘅痛楚，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更令我震撼嘅係，喺極度嘅痛苦中，佢仍然為嗰啲將佢釘喺十字架上嘅人，向天父上帝祈求饒恕，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加福音23章34節。嗰一刻，我第一次真正明白咩係真愛。2020年，我決志信主，
嗰種係一種難以形容嘅輕鬆，好似係心裏面多年來背負嘅重擔終於被放下。有人問我：你信佛30幾年，而家又改信耶穌，係唔係人云亦云呢？你冇主見嘅咩？我並唔覺得被冒犯，反而好坦然咁回答：我好遺憾而家先察覺到自己搭錯車，行錯路幾廿年。既然知道方向錯咗，唔通仲要硬住頭皮唔落車，繼續錯落去咩？信主之後，我慢慢明白，人係軟弱嘅，係受造之物，好多事情並唔喺自己掌控之中，唯有謙卑咁將生命交託喺上帝手中，心裏面先至有真正嘅盼望同出路。我亦都開始認真讀聖經，學習認識上帝嘅心意，亦都更加真實咁認識自己。透過線上聚會，我遇見咗有愛心嘅牧者，喺內心嘅教導同陪伴中，我越來越體會到有上帝同在嘅生活係一種踏實而安穩嘅幸福。我又學習禱告，將心裏面嘅事向上帝傾訴。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公立醫院門口人滿為患，我哋一家5口相繼確診，只能夠喺屋企隔離。我禱告求上帝嘅幫助，後來望返轉頭，嗰段日子處處都有佢嘅保守。我哋唔係同時冧低，而係輪流感染。丈夫能夠暫住喺工作嘅醫院，減少交叉感染。個仔、新抱同佢哋嘅細路，以及我相隔幾日確診，等屋企始終有人有體力照顧細路。細路只係輕微咳嗽、流鼻水，好快恢復。雖然大人病得辛苦，亦都有後遺症，但喺治療同調養中，始終平安度過。呢一切令我深深體會到，健康同平安從來唔係理所當然，而係恩典。信佛30幾年，我回頭反覆思考，先發現嗰套教義更多停留喺修行同求應驗上，卻冇辦法回應生命深層嘅困惑，亦都冇辦法俾到人真正嘅盼望。疫情之後，我開始返教會，參加團契，唱詩歌，聽傳道人解經。回望行過嘅路，我心中只有感恩。縱然我曾經行錯方向，遠離上帝，甚至冒犯佢，佢卻冇放棄我，一直忍耐等待我回轉。喺呢度，我懇求主赦免我以往一切無知嘅罪，感恩主嘅恩典同愛。往後嘅日子，我願意喺有限嘅生命裏面更深咁認識佢，親近佢，亦都盼望透過自己嘅經歷，等更多人知道呢位真神真實慈愛，並且仍然喺度尋找每一位願意回應佢嘅人。一切榮耀歸於上帝。希伯來書9章27節這樣說道：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恍然大悟嘅信仰之旅，作者白河。我細個開始咧就跟住爸爸媽媽返教會，參加主日學做崇拜啦。大約喺12歲嘅時候，我同一班同我年紀差唔多嘅朋友一齊洗禮。嗰陣時我對信仰其實都唔係好清楚，淨係知道耶穌愛我，為我釘十字架而死，我需要相信佢就會做一個好嘅孩子。不過咁樣缺乏根基嘅信仰，好快脆就開始受到動搖。我慢慢嘅去諗好多人生嘅問題，譬如人活着嘅目的究竟係咩呢？上帝係真啦，定抑或係我哋人自己想象出嚟㗎？我對於聖經亦都產生好多嘅疑問，而呢啲一大堆嘅問題係揾唔到答案。累積到後嚟，我甚至唔確定自己係咪仲係信上帝，我係咪仲係一個基督徒呢？我都曾經將呢啲嘅問題問教會嘅領導人啦，但係都得唔到啲咩嘅答案。佢哋甚至叫我唔好諗咁多。於是我心裏面就有一種暗地裏嘅驕傲，我覺得自己比人哋諗得多啦，諗得深啦。當然，我腦子裏面呢一啲嘅疑問嘅存在，確實使到我始終唔能夠真正嘅相信上帝。就喺嗰個時候，我屋企發生咗一件重大嘅變故。爸爸嘅建築生意突然間失敗，佢俾佢嘅合夥人同埋一位教會嘅長老走咗所有嘅投資，使到我哋幾乎一無所有。後嚟舅父喺美國攞得咗公民嘅身份，即刻我哋一家人就辦移民嘅手續，準備移民。爸爸本嚟係事業有成，出入都有人接送，生活係非常好嘅。但係嚟到美國之後，乜都要由零開始，而為咗維持生活，爸爸媽媽就接手經營一間家庭式嘅餐廳。佢哋係完全冇經驗，日忙夜忙，好辛苦啊！而我哋做仔女嘅，亦都會幫手清潔啦、打掃啊咁樣。一家人，我哋係咬住牙關嚟到去度過嗰段日子。不過好得意啊！有時生活中嘅困難同埋挫折，往往都逼住我哋再一次去諗下人生嘅意義。我感到好空虛，心裏面有一種無法填滿嘅飢渴。後嚟我轉咗學校，就去到洛杉磯讀書，又重新返去教會。我嘅房東係一個基督徒嚟嘅，而我就同佢嘅女同一間房住。有一日，佢就參加咗一個大型嘅聚會，我冇去啊。佢返嚟之後，我好隨便咁樣問佢今日講咗啲咩啊？佢就話講嘅係創世記中分別善惡樹嘅信息。我即刻就覺得好有興趣，因為呢一個就係我一直都諗唔通嘅問題之一。其實嗰陣時我都唔會期待有啲咩答案嘅，因為直至到嗰陣時為止，都冇人能夠真正去回答我好多信仰嘅問題。不過我諗都冇諗過，佢只係好簡單咁樣解釋咗一陣，我就茅塞頓開。我就一直以為呢啲係好艱辛，唔能夠解決到嘅問題。哇！我冇諗過竟然係有答案，而且呢啲答案都令到我心服口服。嗰日我成個人呆咗咁樣坐喺張凳度，心情好耐都唔能夠平靜。忽然之間，一個聲音喺我腦海裏面響起，個聲音係咁講：
你諗住用你自己有限嘅頭腦去了解呢一位無限嘅上帝啊？呢句說話呢，好似閃電一樣咁擊中咗我。我即刻跪起嚟向上帝認罪，主啊，我太驕傲啦！我終於明白，原來揾唔到答案唔一定係冇答案，而係我真係識得太少嘢啦。答案一直都喺聖經嗰度，而只係我自己實在太驕傲又蠢，所以先唔明。真係啊，人其實真係好有限嘅，冇辦法完全去理解我哋呢位無限嘅上帝。當我睇到上帝創造萬有嘅大能，睇到耶穌甘願喺十字架嘅大愛，又睇到耶穌喺死裏面復活嘅真實，我知道呢一位上帝係值得我去相信，更加係配得我將生命交託俾佢，求佢去帶領我。奇妙嘅係，由嗰一日開始，我心裏面嗰種糾纏不休嘅問題，好似喺一夜之間完全消失啦。我甚至都唔諗翻起我以前係俾呢啲咁多嘅問題而搞到我成個人都好困惑。我開始唔再懷疑上帝啦，因為我知道佢係真嘅。我第二日去翻學嘅時候，我高個頭望下個天空，一片藍色，路旁嗰度有啲細花，好似喺度對我微笑。整個嘅世界變得好靚啊，好似喺度為我嘅新生命而慶祝咁樣樣。聖經喺箴言3章5至7節係咁講：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嘅聰明，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華，遠離惡事。係啊，我內心其實真係曾經充滿過好多苦毒同埋嬲怒嘅感受，特別係好憎嗰個假冒為善嘅教會長老，因為佢呃走咗我哋嘅一切，讓我哋整個嘅家庭陷入咗一個好艱難嘅處境。但係後嚟，我亦都慢慢明白，教會中傳道人又或者信徒嘅跌倒，其實唔等於係話上帝唔存在嘅，更加係唔等於上帝係失敗嘅。反而係令我睇到我哋人心裏面嘅罪嘅影響同埋頑固，同埋我哋對上帝嘅叛逆同埋虛偽。冇錯。我同我嘅家人雖然因為咁樣而受到好大嘅傷害，但係上帝從未要求我哋要將我哋嘅信心建立喺某一啲人嘅身上。我哋嘅信心係應該指向神自己啊！如果因為人嘅敗壞就否定上帝嘅話，咁樣我哋咪好似斬腳趾避沙蟲一樣，反而會失去咗真正生命嘅福。感謝上帝揀選咗我，仲將我迷惘當中帶返去佢嘅面前。咁多年嚟，我真實嘅經歷咗認罪、悔改同埋重生嘅喜樂。親愛嘅聽眾朋友們，你知道嗎？中信月刊除了可讀文字之外，現隆重推出結合普通話同埋粵語嘅可讀、可看、可聽嘅3合1電子翻頁期刊中信醫刊，同時仲能夠同你進行 AI 嘅互動。歡迎你瀏覽網址 ebook.ccmusa.org。
ebook.ccmusa.org。歡迎你轉發同埋推薦，感謝你對中信嘅支持，願上帝賜你平安。再次受傷中，要不要饒恕？曉君信箱。親愛嘅曉君，我係婚後好幾年成為基督徒，但係冇諗到丈夫有咗外遇，令我痛徹心扉，無法饒恕。教會嘅牧者同埋弟兄姊妹為我恆切咁禱告近半年嘅時間，聖靈感動我選擇咗饒恕，生活走向平靜。就喺我以為事已過去，可以安穩度日嘅時候，冇諗到幾年後佢再次出軌。我唔知點算，係選擇再次饒恕定抑或放手？我痛不欲生，唔知道今後同孩子點算。我日日喺度禱告，亦都日日喺痛苦裏邊。你能夠俾一啲指點啊？謝謝，一位心碎的人。親愛嘅心碎的人，讀完你嘅信，我心裏邊感到一陣沉重嘅痛惜。你嘅婚姻路實在唔容易，一波剛平，一波又起。你本來係一心一意咁想守護呢個家，但係冇諗到接連咁遭遇咗丈夫2次外遇嘅沉重打擊。好多年前，當佢第一次背叛嘅時候，嗰種痛徹心扉嘅感覺，常人難以想象。但係你選擇靠住主耶穌同埋教會弟兄姊妹嘅禱告，以極大嘅屬靈勇氣咁跨越憤怒，順服咗主耶穌嘅教導，用饒恕修補咗破碎。參考馬太福音18章22節。你原本以為嗰一次嘅退讓同埋包容能夠換嚟後半生嘅安穩，然而呢個第2次嘅背叛係喺你結好嘅傷疤上邊再次撒鹽。你問，係選擇再次饒恕定抑或放手？呢個唔單止係你嘅困惑，亦都係好多喺類似破碎關係裏邊掙扎嘅人最深處嘅吶喊。我非常希望能夠用基督嘅愛嚟扶持你，陪伴你，幫助你喺佢慈愛嘅話語裏邊重新咁揾翻平靜同埋智慧，好叫你喺迷惘裏邊睇清楚前方應該走嘅路。饒恕係心靈嘅釋放，不妨喺禱告裏邊先安靜落嚟，謙卑咁反思自己。喺呢一段漫長嘅關係裏邊，我係咪亦有需要被調整嘅地方？呢種反思唔係為咗定罪自己，而係求主讓你睇清楚婚姻破裂嘅深層原因。如果你喺婚姻裏邊亦都有唔少需要改進嘅地方，求上帝光照你，先改變自己。咁樣你係咪需要饒恕對方？饒恕唔係維持現狀或者無底線咁忍讓，而係你同上帝之間嘅事，係你決定唔再讓對方嘅過犯成為你生命嘅鎖鏈，讓你嘅靈魂唔再被恨意同埋憤怒灼傷。饒恕唔等於縱容，你可以選擇免除佢嘅債，但係唔代表要讓佢繼續咁無底線透支你嘅生命。你要明白，饒恕係放過自己，但係唔係僅靠饒恕就可以改變一個心如鐵石嘅人。如果你選擇再次饒恕，唔代表你必須立刻咁敞開雙臂，接納一個正處於背叛而且毫無悔意嘅人。前提係對方嘅悔改，並且重建信任。面對放手時的心靈掙扎，如果對方仍然係唔悔改，
而且繼續咁傷害你，並且決意要離開你。呢個時候放手並非係你對婚姻嘅背叛，而係對殘酷現實嘅承接。倘若那不信的人要離去，就由他離去吧。哥林多前書7章15節。當對方嘅心已經完全唔喺呢段盟約裏邊，而且公然咁破壞盟約嘅方式逼你就範嘅時候，你唔需要背負守不住婚姻呢個罪疚感。婚姻嘅盟約係由兩個人共同守護嘅。當對方執意咁踐踏呢份神聖嘅時候，你唔需要獨自咁為破碎嘅瓦礫承擔責任。上帝睇重你嘅尊嚴，你係佢用重價買贖嘅寶貝女兒。婚姻嘅目的係反映基督同教會嘅愛。如果呢段關係只剩下威脅同埋羞辱嘅時候，你有權尋求法律同埋信仰範疇裏邊嘅保護。放手有時係為咗止住罪嘅蔓延，亦都係為咗保護自己同埋孩子唔再受進一步嘅凌辱。醫治是從內而外嘅生命重建。如果你嘅婚姻最終真係破裂，要讓上帝嘅靈進入你靈魂嘅深處，撫平嗰啲被撕裂嘅傷口。要容許自己悲傷，因為悲傷係情感嘅自然流露，唔需要刻意咁壓抑。喺上帝面前誠實咁流淚吧，佢必定收納你嘅眼淚，將你嘅哀慟看為寶貴。參考詩篇56篇8節。尋求專業嘅支持，除咗禱告，建議你尋求教會專業嘅輔導。呢個唔係為咗製造對立，而係為咗喺極度混亂嘅情緒裏邊尋找理性嘅支點，睇清楚自己嘅合法權益同埋未來嘅方向。特別係為咗孩子，你需要保持穩定嘅情緒，而專業輔導能夠幫助你理出生活嘅輕重緩急，重新定義相伴一生。或者你預期裏邊同配偶白頭偕老嘅願望，因為對方嘅軟弱同埋背約而破碎咗。但係上帝俾你嘅應許係：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希伯來書13章5節。呢份屬天嘅陪伴永遠係唔會改變嘅。在重傷中遇見更深的愛。親愛嘅姊妹，再次受傷嘅痛苦確實係沉重，但係請你一定要記得，你生命嘅價值唔係取決於呢段婚姻嘅全廢，而係在於你喺上帝眼裏邊尊貴嘅女兒。多年前嘅饒恕並非徒然，佢證明咗你內心有從上帝而嚟嘅生命力，而今呢股力量將會帶領你面對新嘅選擇。而家嘅你最重要嘅唔係立刻做出一個對嘅決定，你要日日咁禱告，求聖靈咁親自感動你，因為唯有佢先知道邊一條路對你同埋孩子最有益。你可以選擇喺心靈上邊饒恕，因為你唔想讓別人嘅過錯繼續咁囚禁你嘅未來。你亦都可以選擇喺法律上邊放手，因為你無法獨自支撐一段對方執意背棄嘅盟約。無論你最終嘅決定係乜嘢，請你確信上帝嘅愛依然完整咁包裹着你。佢必定喺你破碎裏邊為你預備一條重生嘅道路。呢條路或者係艱辛，但係佢嘅恩典係夠你用。佢必定親自咁喺曠野開道路，喺沙漠開江河。以賽亞書43章19節。請你記得，婚姻嘅失敗唔等於人生嘅失敗，
喺上帝嘅手裏邊，冇一個傷口係唔能夠被醫治嘅，亦都冇一個低谷係唔能夠跨越嘅。我哋冇辦法預知聽日會發生啲咩嘢，但係嗰一位愛你到底嘅上帝必定會親自咁牽住你嘅手，走過呢段死蔭嘅幽谷。佢能夠將呢一段充滿苦澀嘅經歷轉化為你生命裏邊更有深度嘅見證。願上帝嘅平安同埋安慰親自咁臨到你呢個顫抖心碎嘅心。曉君。探訪徵集。親愛嘅基督徒讀者，經歷過上帝嘅恩典大愛，你係唔係有感動，用自己嘅見證述說主恩，榮耀上帝，幫助他人，卻苦於文筆有限，無處下手，最後不了了之呢？本刊編輯部現組建咗一個國語、粵語同埋英語兼顧嘅採訪團隊，可以將上帝對你或者你家嘅奇妙帶領，甚至你經歷主嘅管教而回轉嘅信主過程述說成文，以鼓勵廣大嘅讀者。誠懇地歡迎聯絡我哋，收到採訪請求之後，我哋會安排合適嘅採訪同工盡快咁同你聯絡。聯絡電話707-762-1314，或者郵箱lit@ccmusa.org。同蒙主恩，同心事主，以馬內利。本刊編輯部。真受洗意味着什麼？作者楊堅。受洗係每個基督徒正常情況底下不可或缺嘅聖禮，佢嘅重要性喺主耶穌嘅大使命之中已經清楚咁樣顯明出嚟。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凡係願意做佢嘅門徒嘅人都要受洗。教會通常會俾預備受洗嘅人一啲嘅教導，但係聖經之中關於受洗嘅經文，有啲今日已經唔再足夠被重視，有啲雖然係耳熟能詳，但係卻常被誤解。雖然唔同嘅教會有點水禮、浸禮等等形式上高嘅差異，但係聖經早已明確指出，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呢個一洗喺上帝眼中有住確定嘅屬靈意義，唔能夠隨意解釋。明白聖經所揭示嘅受洗真義，唔單單幫助預備受洗嘅人真正咁樣理解信仰，亦都讓已經受洗咗嘅信徒反思，我哋自己係唔係真係經歷咗真受洗？真受洗意味住此前已經開始真心悔改和相信。聖經話，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受洗係信心嘅果子，而唔係信心嘅起點。換句話講，一個人必須要真心相信主耶穌，受洗先至有意義。門徒彼得喺五旬節嗰一日對眾人講：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叫你哋嘅罪得赦。呢度嘅次序非常清楚，先悔改，後受洗。聖經裏邊有一個反面嘅例子，行邪術嘅西門雖然亦都信了，受洗了，但係卻係被彼得責備咁話：你喺呢個道上高無份無關，因為喺上帝面前你嘅心不正。佢並沒有真正悔改，心仍然係被罪捆綁。
咁樣嘅洗禮只係外在嘅儀式，並沒有屬靈嘅實質。因此，真正嘅相信唔係嘴上高話我信耶穌，而係心裏邊真係願意歸向佢。正如嗰一位伊索匹亞嘅太監所講：看啊，這裏有水，我受洗有什麼妨礙呢？腓利就回答話：你若係一心相信就可以。呢一個一心相信先至係受洗嘅根基。著名嘅佈道家司布真曾經講過：如果一個人仲唔願意全心信主，就唔能夠受洗。咁樣嘅受洗反而會對佢嘅靈魂造成損害。可惜喺現實裏邊，有人就當受洗成為一個加入教會嘅手續，而唔係真正嘅生命嘅轉變。有啲傳道人甚至認為受洗唔應該有任何嘅門檻，即使呢啲慕道友仲未悔改，亦都可以先洗，甚至明知佢哋仍然活喺罪嘅當中。咁樣嘅做法係違背聖經，亦都誤導人。一啲人以為只要受咗洗就能夠上天堂，仲有人覺得信心唔夠都冇乜所謂，洗咗再講啦。呢啲都唔係真受洗。受洗應該係只為自己已經真心相信、願意悔改歸主嘅人所預備嘅。真受洗意味着會從聖靈受洗。主耶穌曾經對門徒咁樣講：約翰係用水施洗，但不多幾日，你們要受聖靈的洗。真正嘅受洗唔係僅僅係水洗，更加係聖靈嘅洗。保羅咁樣寫：我哋不拘是猶太人，是希臘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從一位聖靈受洗就係重生嘅洗。外在嘅水洗只係象徵，真正改變生命嘅係聖靈喺我哋裏面嘅工作。對真心信主嘅人嚟講，佢嘅水洗往往正係佢從聖靈受洗嘅時刻。保羅就係咁啦，佢嗰陣時正係逼迫基督徒，被主嘅光照到以致雙目失明。3日之後，佢嘅眼睛得以睇見，起嚟受咗洗，並且立刻開始傳講福音。佢嘅生命立即被更新，呢個就係重生嘅洗。當然，亦都有啲人喺受洗嘅時候對信仰了解唔多，後來先至真正嘅經歷聖靈嘅更新。嗰陣時，佢哋雖然唔再重洗，但係聖靈使佢哋終於明白信仰嘅真義。聖靈嘅洗係內在嘅重生。當一個人受聖靈嘅洗之後，佢嘅心被改變，對罪敏感啦，對上帝嘅話語渴慕啦，對世界嘅愛減弱啦，對服侍嘅心增加啦。呢個先至係真正受洗帶嚟嘅生命印證。真受洗意味住歸入基督嘅名和身體。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呢句話表面上真受洗嘅人係唔再獨立存在，而係歸入基督，成為佢嘅身體一部分。真受洗嘅信徒會願意喺教會裏邊敬拜、服侍同埋弟兄姊妹一齊生活，因為佢哋明白到自己屬於基督嘅身體。但係喺現實裏邊，有人受洗之後好快就不見蹤影，有人受洗多年卻係始終唔願意服侍上帝。咁樣嘅人並沒有明白受洗嘅真義。奉耶穌基督嘅名受洗，意思即係受洗歸入主耶穌嘅名下。呢個意味住信徒係要唯獨高舉聖經，唯獨高舉基督，而唔係高舉某個領袖或者宗派。保羅責備哥林多人咁樣講：基督係分開嘅咩？
保羅係為你哋釘十字架咩？你哋係奉保羅嘅名受洗咩？司布真講過一個故事，有人邀請佢去愛爾蘭傳道，話可以擴大浸信會嘅影響。佢就回答：我唔會僅僅係為咗讓人成為浸信會嘅會友就去傳道，我只係希望佢哋歸入基督。明白受洗意義嘅人，只會讓人歸入主名，而唔係歸入某個派別。受洗意味着歸入基督的死。我哋藉住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受洗唔僅僅係一個喜樂嘅儀式，更係一個莊嚴嘅宣告。我哋願意與基督同死。歸入佢嘅死，意味住承認基督為我哋贖罪而死，亦都意味住我哋願意對老我、對罪、對世界死。咁樣嘅與基督同死，最少有兩層嘅含義。第一，喺受洗之後，我哋嘅舊性情要死，舊有嘅認知、情感、慾望都要被捨棄。司布真話：世人所快樂的事，不能再給耶穌的跟隨者帶來安慰。從此，基督徒要靠住聖靈嘅能力去過分別為聖嘅生活。第二，呢個意味住效法佢喺嘅十字架上高嘅死。佢係一條謙卑、受苦、爭戰嘅路。英國著名嘅主教羅爾話：好多掛名嘅基督徒對於屬靈爭戰、警醒同埋痛苦嘅經歷一無所知，但係凡與基督同死嘅人，必須經歷靈裏邊嘅破碎同埋重塑。真受洗意味住與基督同復活。你們既受洗與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與他一同復活。受洗唔係只係意味住死去，更加意味住復活。呢一種嘅復活，首先係靈裏邊嘅更新。保羅話：你哋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上面嘅事。受洗嘅人有咗新生命，就當將個心思放喺屬天嘅事上面，唔再被地上邊嘅事纏繞。我哋是否真係有咁樣做，可以從兩方面睇得出嚟。第一，我哋平日所關心、所操心嘅事，係咪越嚟越多咁樣同上帝嘅國度相關呢？第二，我哋點樣去使用上帝所賜俾我哋嘅資源，例如我哋嘅時間、金錢、才幹等等，佢哋係咪用嚟成就嗰啲上面嘅事呢？總之，受洗係主耶穌親自設立嘅兩項聖禮之一，另外嘅一項就係聖餐。受洗係具有極深嘅屬靈意義。通常一個人一生只係受洗一次，因此我哋更加應該慎重咁樣弄明白自己點解要受洗，點樣受洗，又要點樣活出受洗之後嘅生命。傳道書3章1節這樣說道：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上帝等候門外嘅人，作者衛蘭。10月金秋，天高雲淡，我與幾位家人朋友結伴出遊，一路上景觀色，談笑之餘也少不了聊起了信仰。呢一種嘅對話，我唔係第一次經歷，唔同嘅場合，唔同嘅人，卻常常流露出相似嘅疑惑同埋距離。佢哋都係企喺門外，望住嗰一扇通往信仰嘅門，卻遲遲踏不進去。
我遇見過好多咁樣嘅人，佢哋聽過福音，亦都聽我分享上帝嘅愛，每一顆心嘅反應各不相同，但係嗰一份與上帝若即若離嘅心境何其相似，讓我哋一次次重新省思人與上帝相遇嘅距離。有啲人同我講，上帝係人哋嘅神，佢哋並唔反對信仰，甚至羨慕信主耶穌嘅人擁有嗰一份平安同埋喜樂，只係覺得嗰啲係人哋嘅故仔。上帝就好似係外國人嘅神，住喺教堂裏邊，離自己嘅生活好遠。佢哋有聽過罪同埋救恩，似懂非懂，總覺得與自己無關，毫無迫切感。於是呢一種人常常就停留喺門外嘅黑暗中，睇住信仰嘅世界亮着燈，卻無法入內。亦都有人覺得自己根本唔需要上帝，佢哋話宗教都係人發明嘅，用嚟安慰心靈。信佛嘅又好，信上帝也罷，只係唔同文化裏邊嘅表達方式。喺佢哋睇嚟，信仰係虛嘅，係思想，係觀念，就好似哲學嘅概念一樣，睇你更中意邊一套說法而已。佢哋相信科學與理性，認為只要努力就能夠改變命運。呢一類人唔係唔尊重信仰，只係從心裏覺得嗰啲唔係自己生命裏邊缺少嘅嘢。仲有一啲人令到我特別嘅心痛，佢哋聽過福音，亦都承認自己係罪人，喺難處當中唔排斥向上帝傾訴，但係禱告完呢，一切好似都冇變咁。問題還在，日子仲係要自己撐。佢哋成日嘆住氣話，我睇唔見上帝嘅幫助。於是佢哋懷疑，或者信仰淨係安慰人心嘅想法，而現實嘅擔子終究仲係要自己去扛。佢哋當中有人同我講，你信上帝，我信命運，差唔多啫。我聽咗之後覺得好心酸。原來佢哋認為創造者同埋被造嘅地位並沒有分別。我知道佢哋唔係想同我爭論啲咩，而係想表達一種各有信念嘅態度。於是我就話俾佢哋聽，命運係冷冰冰噶，但係上帝佢卻係又真又活噶。呢一啲嘅朋友嘅反應常常令我難過，唔係因為佢哋反對我，而係因為我見到佢哋正錯過嗰一位真心愛佢哋嘅上帝。人活喺黑暗當中，睇唔到自己嘅自以為是，只有喺真光嘅照耀之下，先至能夠醒悟過來，原來係罪人啊！呢一啲嘅朋友嘅反應常常令我難過，有時我會感覺到沮喪。明明係想將最好嘅、最珍貴嘅禮物分享俾佢哋，卻被輕輕嘅推回，亦都會失望，因為我講嘅上帝，佢哋聽成宗教；我講嘅愛，佢哋理解為心理安慰；我講嘅救贖，佢哋覺得只係理論。我心裏邊好唔甘心，因為我知道上帝嘅真實與慈愛，亦都親身經歷過佢嘅安慰。我多麼希望佢哋都能夠嘗到嗰個恩典嘅一啲滋味，懷着虛己嘅心降服喺救主嘅腳前。但係喺一次次嘅禱告同埋反思當中，我漸漸嘅明白，好多人拒絕嘅並唔係上帝，而係佢哋心裏被誤解嘅神，一個被文化觀念或者執着創造出嚟嘅形象。佢哋以為上帝淨係外國人嘅上帝，卻唔知道佢係宇宙嘅創造者。佢嘅創造包括每一個人，唔分國界，唔分膚色。我哋唔係去信人哋嘅神啊，而係翻去嗰一位從一開始就創造咗我哋嘅主耶穌面前。佢哋以為信仰只係人類嘅發明，卻沒有發現聖經啟示嘅係一位主動向人顯明自己嘅上帝。基督信仰嘅核心唔係人去尋找上帝，而係上帝主動尋找人。佢唔係我哋頭腦裏邊嘅一個理論，而係親自進入人類歷史嘅耶穌基督。
佢哋預判信仰係抽象嘅、唯心嘅、虛無縹緲嘅，卻沒有意識到呢2000幾年來有多少嘅生命因為信仰而改變，又有多少人喺苦難中揾到力量。信仰並唔係逃避現實，而係讓人有勇氣去面對現實。上帝唔一定立即改變環境，卻常常先改變人嘅心，讓人喺風浪當中學會安息。佢哋話關於死後有審判嘅事，等死咗之後先講啦。點知上帝審判嘅依據係我哋今生嘅行為同埋選擇。福音係上帝喺今生賜予嘅機會，係關乎永生嘅重要決定。拒絕喺今生考慮，就係喺拒絕上帝嘅恩典同埋拯救。每一次思考之後，心漸漸安靜下來。信仰嘅事唔係靠辯論贏來嘅，亦都唔係靠解釋說服嘅。信仰係一段相遇，有限嘅人遇見嗰一位無限嘅上帝。我嘅任務唔係去改變邊個，而係去見證、去愛。至於佢哋嘅心係幾時被觸動，嗰個係上帝嘅工作。秋風吹拂，楓葉漸紅，我知道係嗰一位創造天地嘅主，仍然喺度等候着門外嘅人，包括我牽掛嘅他們，因為佢比我更愛他們。星島啟示，親愛嘅聽眾朋友們，你希望用文字嚟到服侍我哋嘅主嗎？歡迎你投稿俾中信，來稿請寄 lit@ccmusa.org， 我哋會將採用結果盡快通知俾你。多謝你嘅擺上，願上帝賜福俾你。餓了麼與死了麼的感慨，作者錢志群。我認識一位啱啱畢業嘅大學生，對佢嚟講，最熟練嘅生存技能唔係燒菜做飯，而係點外賣。每次加班去到深夜感到飢餓嘅時候，佢總會好熟練咁打開手機，睇住琳琅滿目嘅圖片，順口就講一句，又靠餓了麼續命啦。呢個 app 應用程式精準咁捉住人類一個最基礎亦都最逃唔掉嘅需求，人會餓。好在餓係人類通過勤勞同智慧能夠解決嘅，因為上帝為此提供咗陽光、雨水、空氣、土壤同埋生長基因同規律嘅根本保障。佢係嗰位厚賜百物給我們享受嘅上帝。提摩太前書6章17節，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5章45節。換句話講，不管你認唔認識上帝，佢每日都會喺慷慨咁供應住全人類。我哋每點一次外賣，每一次果腹，歸根到底都係活喺佢呢一份白白嘅恩典裏面。餓到底唔係最大嘅事，最大嘅事係死。舊年另一款新出嚟嘅名字好衝嘅 app 引起咗熱議，叫做死了麼。佢嘅功能極其簡單，獨居嘅人每日去簽到，如果嗰日你冇點，系統就會通知你預設嘅緊急聯絡人。但係因為對死嘅忌諱， app 死了麼嘅名受到爭議，為咗拓展市場，不得已正式更名為全球化品牌名 Demumu， 新名稱含有英文 death 嘅 DE， 並且用 MUMU 營造親切感。死了麼呢一款 app 之所以一度衝到下載嘅榜首，係因為佢精準咁中咗現代人心裏面最深嘅恐懼。如果有一日我突然喺呢個世界上消失，會有人知嗎？
餓了麼與死了麼呢兩個名並排咁放喺一齊，好似人生嘅兩端，一端就係每日嘅生存，一端就係終極嘅歸宿。我哋平時忙住解決前一個問題，但係就好少有勇氣咁去正視後一個。科技可以提醒人嚟發現我哋有冇死亡，我哋發明咗各種嘅 app 嚟方便生活，想法設法延長壽命，但係死亡之前呢啲都係只係暫時嘅續命，而唔係真正嘅救贖。死係一咩回事？原來人類第一代嘅食有關。起初上帝把人安置在園中，萬物豐盛，但係留下一個清楚嘅提醒：分別善惡樹上嘅果子唔可以食，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世記2章17節。亞當並唔係因為飢餓而食，係因為人想要脫離上帝，自行定義善惡同生命嘅主權。嗰一口下去帶嚟嘅唔只係遺命，而係死亡進入咗人類嘅歷史。哪怕一生3餐都飽，每個人仍然掙脫唔到死亡嘅咒詛。上帝唔單止係做人之前先做萬物，解決人類生存所需，萬物生長所依靠嘅陽光、雨露、生長規律，從而解決人類餓嘅問題。佢喺人類犯罪有死亡之後，更係差派佢嘅獨生子耶穌嚟到世上解決我哋呢個大難題。耶穌嚟到世上，雖然用5餅2魚餵飽幾千人，為整夜打魚嘅漁夫準備早餐等神蹟嚟關心人飢餓嘅問題，但係佢更加清楚，人最深層嘅飢餓唔係胃裏面嘅空虛，而係靈魂揾唔到歸宿。為咗解開死結，耶穌替我哋死在十字架上。聖經話，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哥林多前書15章3節。呢一次係真實嘅死亡，係為咗承擔我哋所有嘅過犯同離開上帝嘅代價。雖然佢死咗，但係最奇妙嘅係佢戰勝咗死亡，死後第3日竟然復活。因為佢活過嚟，所以每一個信靠佢嘅人將來亦必復活，擁有永生。耶穌應許，我就是生命的糧，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我的永遠不渴。約翰福音6章35節。呢句話唔係講你唔使食飯，而係話當你連接上生命嘅源頭，你嘅生命從此就有咗永生。嗰種對未來嘅不安、對死亡嘅恐懼、對意義嘅渴求，終於可以停歇啦。我哋照舊會喺餓嘅時候點一份外賣，繼續使用各種嘅 app 嚟方便生活。呢個本身冇問題，但係食飽飲飽之後，呢啲嘅日常背後，或者值得留一個安靜嘅空間，問一問自己，一餐又一餐，一年又一年，最終我哋嘅生命會歸向邊度呢？當然，商業回答唔到你，科技亦都俾唔到你，只有耶穌正喺度等候你去問佢，他會告訴你，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馬太福音4章4節，因為上帝的話裏有生命的泉源。你願意相信耶穌基督嗎？若願意，請和我做以下禱告。天父上帝，我從心裏承認你是獨一真神，你愛人類，曾差遣你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降世代罪，為我們釘死十字架上，第3日復活，救我們脫離罪和死的權勢。我相信耶穌基督是人類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他，
我才可以回到你那裏，認識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認識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線都錯了。我是個罪人，如今決定回頭，不再走自己的路，願意一生跟隨耶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幫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堅定。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門。你若做了以上禱告，或想更多認識信仰，歡迎來信與我們聯絡。電郵是 ccm@ccmusa.org。願主耶穌賜你平安。以後仲幫流浪漢嗎？張坤。上星期五深夜，我收到教會一位姊妹嘅訊息，字裏行間透着委屈。佢停喺店後邊嘅車俾人打爛咗車窗，其實車入邊淨係得2個空盒，可能俾流浪漢睇到。佢當時特別傷心，因為平時佢成日都係照顧嗰啲流浪漢，睇到都會俾啲食嘅或者係散紙，冇諗到換嚟嘅全部都係碎片。佢心灰意冷咁對我講：我以後都唔幫嗰啲流浪漢啦。呢份心情我哋都能感同身受。做善事嘅時候，我哋成日都會帶住美好嘅期許，但係現實有時就好似嗰塊碎玻璃，冷冰冰咁，令到我哋好傷心。第二日一早，我同丈夫急住幫佢聯繫修車行，但係回覆都係預定玻璃要等好幾日。睇住預報呢幾日有雨，我哋好心急，只能夠次次咁向上帝禱告。冇諗到姊妹喺心情平復之後，反而比我哋更加有信心。佢輕輕咁講：上帝所允許發生的事，一定有佢嘅美意。雖然玻璃仲未補返，但佢心入邊嘅裂縫，好似已經俾一種從天而嚟嘅平安收返好。當我哋好心急咁等緊另外一間車行回覆嘅時候，意想不到嘅驚喜發生咗。嗰位姊妹啱啱返到自己嘅店入邊，一位老顧客竟然孭住一塊帶着車窗嘅汽車右側門走咗入嚟。佢咩都冇講，壓起衫就幫佢安裝。我哋都呆咗，原來佢前一日入嚟，姊妹見到佢需要就免費送咗一張台俾佢。佢當時咁啱見到打爛咗嘅車窗，冇講啲乜嘢，但係第二日唔知喺邊度揾咗一塊玻璃嚟。半個鐘頭之後，玻璃就整好啦。這份神速嘅溫暖，讓大家嘅心都俾上帝嗰份愛融化咗。我笑住咁同佢講：以後仲幫流浪漢嗎？佢唔好意思咁點點頭，幫，一定仲幫。係啊，或者一個無知嘅流浪漢打爛咗佢嘅玻璃，但係上帝佢用另外一雙溫暖嘅手，喺最及時嘅時候補上咗呢個缺口。正如羅馬書8章28節嗰個應許：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呢位姊妹平日由朝做到晚，好辛苦，但係佢成日都掛住開心嘅笑容。佢每日禱告讚美，無論遇到咩事，都相信係上帝的美意。星期日，佢總係好早咁返到教會，為弟兄姊妹預備豐盛嘅早餐。佢用生命詮釋咗乜嘢係真正嘅行善，唔係為咗換取報酬，
而係因為生命裏已經流淌住愛。聖經提醒我哋，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拉太書6章9節。因為上帝並非不公義，竟忘記你們所做的工和你們為他所顯的愛心。希伯來書6章10節。傳道書3章11節這樣說道：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中信有聲雜誌，願上帝賜給你平安。仍然有一個家。作者白衣。美國近年有靈性復興嘅跡象。喺2024年，聖經嘅銷售量創咗20年新高，比較喺2023年上升咗22%，到2025年再創新高。與此同時，多首基督教歌曲都闖入 Billboard Hot 100告示牌8大單曲榜，其中一首歌 Your Way's Better 好受年輕人歡迎，喺幾個音樂平台上連續幾個月高居榜首。歌詞嘅大意係，歌者喺世間尋尋覓覓，飽經創傷寂寞，迂迴曲折，頭破血流，最終發覺仲係上帝嘅路最好。咁樣叫我想起美國一個流行歌后，以擅長演唱失戀情歌風靡全球。大家有冇留意，跨時代嘅流行歌曲多數係以情傷失戀作主題？原來自從人要自己作主，要自由戀愛，要掌握自己嘅命運以後，人哋得到嘅唔係美夢成真嘅浪漫愛情，而係求之不得或得而復失後嘅傷痛。情傷亦因此成咗流行歌曲、戲劇同埋電影最常採用嘅主題。Your Way's Better 同世俗嘅流行歌曲唔同，佢帶出一個圓滿嘅結局。因為喺尋尋覓覓、傷痛寂寞無助之後，我哋好似聖經中嘅浪子，仍然有一個家，有一位愛我哋嘅天父等住我哋回家。重要嘅係我哋願意回家，唔再傷害自己，唔再走自己嘅路。親愛嘅朋友，讓我們一齊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親愛嘅朋友，
多謝你收聽中信有聲雜誌，我們期待你給予我們寶貴嘅意見，同時我們也願意為你禱告。可以透過電郵與我們聯繫，我們的電郵是 ccm@ccmusa.org。願主耶穌賜你平安。